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，讲台湾人练武，过去咱讲吼，叫做练拳头，是啦。那讲术馆，较早讲叫做拳头馆。教拳头师，有真侪师啊，拢建议伫咧学。这练拳头，伫台湾人的言语内底，俗语话原来几落句。头一句咱来开讲，讲叫做土人拍直拳，咱知影讲这无得较讲咧行拳头，无一定啦。这有当阵咱咧讲做人的个性，像国情啊，就是土人拍直拳，讲话拢直直啊来。毋过咱嘛知影讲吼，有当着啊你土直直，颠倒无法度提防讲，人要甲你陷害，这原来有影。人谈后壁面暗箭伤人，都毋是土人拍直拳的人会当警戒啊咯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开讲，讲吼有迄款青眉鸟去啄着死鸟鼠，有无？社会这原来有，爱用拳头来比拼，俗语一句话原来介趣味。讲乱拳咱怎样呢？会拍死老师傅。这老师傅咱知，就是拳头师傅，功夫真老道，过去教真济师啊，结果吼。师啊讲老师无咱来比试一下，师啊都还袂学咧，干那拍乱拳尔啦，竟然还拍死老师傅。咱知有当着啊，咱伫咧讲无按牌理伫咧出牌，颠倒有意料未到的效果，这嘛无得空。毋则讲有当阵啊是好运，有当阵啊武常拍好，咱讲毋是武常功夫好，是迄只好拄好咧困，武常搁啉酒醉。民间有人讲这款故事，毋则乱拳拍死老师傅，就是国情咧讲的。青眉鸟好运拄啊去啄着死鸟鼠，毋过吼做人毋通定定靠运气，啊是得爱在啊行，啊是得爱定步较有影。啊讲到拳，当然啦吼拼文拼武，有当着啊无久长。过来，这句俗语，伊的学问，伊的艺术就真深，咱爱互相来探讨一下。这句吼顶下句的俗语，顶句讲酒杯轻轻，哭的过性。下句讲拳头硬硬，也有人讲叫做拳头定定，争袂过壁。一个比较，咱就知影讲酒杯两字，毋是讲劝人食烧酒，毋是哦。有当阵啊，人捧起来，这杯毋是烧酒，是饮料是凉的，但是好意无改变。酒杯轻轻啊，毋过哭的过性，对这性行去到迄性，到酒杯捧起来，饮料凉水，甲人干，甲人敬一下。讲话人就会体会讲有3分的好意。啊，若比较拳头咧，拳头硬硬哦，定甲硬动动。有人讲拳头定到哪咧定咧，争袂过壁。硬茶拍硬钱，有当阵啊对代志无得较好呢。毋则讲你甲两项比较落去，咱人就爱和气生财。咱甘愿杯仔捧起来，轻轻啊甲哭过性，毋通讲逐项要定甲安动动，用拳头定要甲争互过壁，较争都争袂过，因为这就是世事平常的生理。毋则讲咱人真正做人爱甲人好来好去，毋通卡袂着，就要硬茶拍硬钱，甲人相争相两。